劇本係非常之好咯，好緊湊。佢用咗一個好純熟嘅技巧去表達一個好似武俠世界，我之前未睇過嘅一種犯罪片嘅感覺。係佢咁有自己嘅風格，亦都可以講到自己嘅故事。佢嘅鏡頭好凌厲啊，剪接好好啦，每個角色比較似係一部中國嘅西部片啊。拍得好靚嘅啲畫面，又拍得好有型。估唔到拍得咁好咯，拍出嚟個場面啊、陣容啊，你係覺得係一個大製作嚟嘅。係有啲似睇杜琪峰或者 Tarantino 嘅戲啊，風格好強烈嘅戲嚟，充滿咗好多張力啊！入邊嘅悍匪係寫得好狂啦，好癲啦，好有人性嘅。一個非一般嘅警匪片咯。如果新導演拍呢，我就覺得非常之唔錯嘅，勁啊，值得香港學習。其實由頭癲喪到尾，有一種好似睇緊Guy Ritchie電影嘅感覺。我覺得好勁，中國新導演拍到西部片嘅味道。衝咗入去個沙漠風暴入邊呢，嗰個畫面設計係幾得意嘅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有 ending 嗰個大風沙 Mad Max 咁樣啦，營造到你好似置身喺沙漠裏邊咁啦，真係大風沙咁。Partner 咁樣嘅反派，咁啊令我會諗起城寨大老闆同埋黃狗咁樣。大風殺，大風殺，大風殺，戲院見。好，戲院見。